白色公主红笑标。春季啊，咱讲赞的啦。白雪公主甲白马王子，因两人都有意爱，为什么你要极力的反对？古早人嘛有讲，囡仔细汉应当得教师，长大成人是由在伊啊。做事大人爱尊重囡仔的选择，日后是好是歹，拢嘛是因爱承担的啊。恒春啊，你有所不知啦，我反对因两个来往是有原因的啦。哦，讲来听看卖啊咧。白雪公主甲白马王子郎才女貌，年纪相当，两人情投意合，如胶似漆。安尼毋是介好？好是好，但是我是烦恼。这有啥物人要烦恼的？因两个拢姓白，你是毋知共姓结婚无好吼？即摆拢是啥物年代啊？你搁咧信这？落伍啊啦！母后，你若是为了即件代志反对我甲王子斗阵，请你放心，伊即马无姓白咯。啥物？伊即马无姓白？是啊，我为着要配合唱《可爱的马》这首歌，所以我就甲白马卖掉咯。你即马无白马通骑，是要骑啥咧？我即马出力拢骑乌多摆啦。哦，骑乌多摆哦，那骑乌多摆爱记的哦，骑车要戴安全帽。我知，我爱骑车不喝酒，喝酒不骑车。那安尼，我就放心将白雪公主交予你咯。祝你幸福，祝你幸福啊！